光绪牛年4月16日，北京营部党今朝殴党为生。党面浪向平排平3只公案，只怕3位同仁。当中一个营部长是叫桑春勇，75岁，来公事，做手失败，精神抖擞。上水里向督察院大人陈义斌，下水里向大理寺正卿叫石世豪。边浪向为2只公案改升官为止，一个钦差王兴为一个满洲人军机大人姓达，对面的冲叫达冲和拉拉叫达拉拉。今朝5位同仁入党，表面浪向拿杨内务318菜帮扶迎上，民政低营，搿个人要翻案。因为昨日同仁入党啊，拿杨内务318菜当堂判处死刑，今朝午时3刻帮扶迎上，开得文罪。但是夜里向那个男女犯人关了密室里向一旁团，中尉同仁隔壁头一听啊，嘿嘿，都是杨内务冤枉。318菜淋雨起风，啥人呢？余杭只有刘世同的儿子叫刘子豪。今朝早浪向同仁上朝见驾，奏明西太尉，这干啥？这干多。西太尉当地何止？啥刑部？今朝侬男女犯人发榜的辰光，倘若犯人皆冤枉，允许申辩，允许翻案，见机行事。所以今朝呢，同仁的堂面浪向得杨内务318菜翻案。现在5位同仁身体受定，3杯下药，六房水里2箱水里，豆腐水、豌豆水、昆方水、菌露水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200名差不人，院门浪向保护同仁，许多个官员一把力气拔下来，看卡害人百姓，打得来视线不通。现在鸦雀无声。同仁公案浪向摆好2根斩条，但是民事分晓。灯析到底杀杨内务318菜，还是杀刘子豪前半生，现在不得而知。同仁一看差不多着，只要那个余杭只有刘世同接到堂面浪向来。这受余杭这些刘世同进去。是大人，君欲受余杭西刘世同进。呼，是来了。搿刘世同辣辣外头官厅里向凳子上有着，搿实管今朝恶心啊！这昨日大不相同，真是为叫上策与活力啊！你根本不晓得昨日夜里向密室相回事体，你也不晓得搿318菜当着杨内务的面，已经把自家儿子的名字也叫出来，伊认为风平浪静。今朝杨内务318菜杀断，你讲人家太太平平，没事体了。而且大人昨日还讲啦，要保举我为金华知府，随便哪想不得个啊！杨内务搿张案子临时结果了，我倒是连胜3局，开心啊！现在听见大人辣辣手，大器忙头，要紧捏捏头浪向个钉子，撸撸背头个领子，摸摸胸前块布子，整整身浪向个牌子啊，拍拍袖子，摆摆袖子，缩缩裤子，扭扭女子，拉拉胡子，摆摆架子，为子杨内务搿张案子，搿6不算银子，总算得了儿子，哈子我儿子，不晓得实话啊！留下来那家人家通通三吃鼻子。你随便哪分享啥？现在是得以后，哇哈哈哈哈哈哈哈！要紧望正理想进来。
1000得意满心。我儿子西翻窗下迷天后，我的性命谁人惜担忧？将我情难情北的上风的回口气谋，方能够缺德养生受气。你来费心生我血，我是书法爹爹双手。有大米老乡几乎维系后银块我3000块大洋丸。我们运动的人只押韵，或许为你的辛苦，养家依旧不胜难。时间是恶意结，是以无。今朝夜内无一时，咁么我你，我们用人间话几风。一看大米老乡已经得着完，他们上庭去争一步，出去当然中本。在大米廊下，有请恭恭敬敬打让一步。大人在上，卑职余杭知县刘希同参见大人。言不对里看看那个石虎啊，蛮好。种子英雄以后江东，你做过个台台不离太光，你下来打理手中章，现在不露声声，小嘻嘻。余杭会兮，密菜再供一把。是，多谢大人。忙正旁边一列威风凛凛，大人几万把拿起来，来，走，在御牌隔壁是上场，几万把拿起，走，大人君帝女为隔壁上堂红。差人追过来，几万把手中一指，请，斗女给里向起大小把菜。小把菜呢哈？你说三位土楼真正的为啥给那里？可大现在分定些。娘内不对我好，是我恩公。我还得一大两头生息分离，良心老难遇得过。但是马上岁月杀头，现在辰光差不多，还有小帮忙等了给那里向都病脱一些，死一些。哎，正那个些辰光，查你来着，走过来手宽去他们，刚一开，冲到里向，只要把菜端进向，有根离了，往生离了段子浪向扎他一巴掌了嘛，隔壁是走。千分大说，带哪里去呀？上堂。哦哟，
走，嘿！偷偷当面浪向么吆喝哩，隔壁是当红跪下得真。请替大神在人，非奉神隔壁日，即从为大人开的。下跪，隔壁是非？真是非奉神。送礼餐，一定要记得。带头。仙女是1岁不给的。12岁，这滚带头。是。这口气大人公安老乡说出2根菜的了，这个一下魂飞魄散。哎呀！放水。是。大人对三八菜这面孔也看不得啊，面孔隔了4把，一点血色没得。难怪呀，怕子现在个男人临时发帮，三爷这样紧张。不过大人带你看看三八菜啊，他如来诚心的杨乃武要反恶，今朝再有一个机会。你在堂面浪向汪浪一声冤枉，我重新审问。乃不讲冤枉，我气力都不成，帮扶落马。那么说起来，大人啊，乃诚心的杨乃武三八菜反恶嘛，乃好不管这个你啊，在鱼竿里向去画上领子呢。说起来，三八菜啊，大人跟你反恶哦，堂面浪向讲冤枉，哦，这样不来，这样比这不。俺主要犯人犯恶，被犯人自家讲冤枉，那么可以重新审问。那么还不跟你家胆子大得来，把他女给里向去关这三八菜喊冤枉，不够的呀。那么说起来，吴姑娘你也晓得嘛？你去关这啥？你搿些辰光我为父养出来的，我哪去关这？所以嘛，现在三八菜根本就不晓得可以叫冤枉，闷声不响。大人一看。哪不像？哦，吓昏脱着。有种犯人是这样，临时发帮吓得来知觉难不，神志不知。那么让我问问看，试试看你神志也清爽了。隔壁是哪里人是？某家内亲。清爽个娘家南京。今年几岁了？25岁。他亲上2岁，而与杨乃武同结满名的爱，本部党说的当当破决，男女犯各处私隐。今日53刻，帮风迎上，名正的人，而为于红花呀。讲，带你看看三八菜啊，有冤枉么快点讲，差不多上。三八菜不晓得搿些辰光可以喊冤枉，问我有啥闲话讲，马上就一说，临死们这个闲话叫义，我没啥点不了。男人来这时，我也不有想的，有个姑娘讲到搿3个。我相信你都肯定会到哪里送出去。我有唔罢，不叫冤枉可是不来怪。咁么呢？动手，还有啥再说？哎，捆绑手哟，在两个必是当当捆绑啊！好了，跳过2个捆绑手，到三八菜边上又来动手。那么搿种捆绑手哪捆绑法子呢？搿种捆绑手经验丰富，要来吃来做。一捆绑手到三八菜边浪向，一只三毛头头头，为一只三毛头放在地浪向一举，搿只手对那桌子上一打，关只手辣辣里领头浪向扎了。做啥呢？大清这个规矩，犯人发帮衣裳反讲后头讲狠个，有一点狠一点。搿现在呢，4个里向天气，三八菜里向。
斗衫斗裤，外头加个夹裤，再外头红斗衫红裤子。现在那红斗衫淋漓浪向，咋打一波炸了么涌出来了，红斗衫很烫，嘎还要很的，到淋漓浪向炸了，谁把车也接个了？你不能再恨着，两件恨他们身上杀肉个斗衫裤子，再恨下来是身上一只大斗子。大米浪向十家的人来看，千言百言。出神入地，出鬼入去，我自家想想不说的。可是我只是要把才能编辑得个样，男犯人也差不，女犯人呢，苦其杀一身，杀肉个斗衫裤子，你不晓得，不知啥地方来个力气，两只手将出来，望准胸门子，烫个一个了。大人姊妹，哎呦，来着来着，哎呀，这又往那放水，哗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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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隔壁是。与红花要讲，恳求大人，开天干日之恩，密吃必是累日，谁来必是皮克之身？你大人公会来的呀？众位大人，商大人，商大人，想立国之君，言无谁语，不知理。气在斗，vì与这个别是临死之时，未动片刻之手，莫非其中有些有望？对你妈妈想不想？你不叫你帮帮你讲喏。听得出大人也想帮忙了，还话啊，三点五的，是啊，在我看来，隔壁是定有望。是有望。啥么子啊？高兴我可以还有望。青天大人。他是有望必争呀，还刚刚有我们的喊呢。讲尽量子啊，对高的子有我们的喊，应红顺此去吧。因为大人已经破决的了。东关主个破这个字，给他银不当呀，终身破决不能反悔。须道铁爱乃反，只要手工所日，本碰堂，送心神人。大人死了当真？当真。公事。青天大人，终身教育往后啊哈出来个子，儿是有望。仙女子并非有望。我自家做错事体，即使姐夫男人死得这样处，我啥头一点点都不有望。但是一个人实在有望的可难受，杨内夫乃是有望的呀。集中心言，具作真言，快讲。内夫的不是有望，通缉内命亦是有望。乃是仙女子凌于继父，凌于继父是谁呀？哎呀，那大姐，我讲是凌于继父，大人也喊我讲出来，继父心少介绍，我实在讲不出。只看这个刘水同身世为义，立下了边了，难得是得了厉害了，我不得杨内夫再住了。今朝我讲不出，家里上只不借你自家来讲。对，青天大人，说问小女子的继父，问他。这里弹一支，大人一看通的，叫姚长子拿儿子的名字叫出来。余杭贵姓，是非之在。隔壁是的继父是谁呀？刘世东一哈，实是不门口冲。是回大人，隔壁市的奸夫是内杨武。哦，不对，是杨内武。这里妈妈爱得个嘞，内杨武手指出来个噻。隔壁是余杭喜事，你的继父是杨内武。在该个辰光，为养儿杀杨内武，那么让我点理一点。仙女子的继父在楼大那日的衙门之中。回大人，
我的衙门之中，这个车夫马夫从来没有奸夫啊。谢女士的奸夫一姓刘，他的奸夫是下流的流，我们这个流是上流的流，根本不相干的。石佩区，死也不肯讲出自家儿子凶手，我实在讲不出。刚刚一想不分哎，我怕难为人，一个人不怕难为人。在酒店的堂面浪向，滴滴答答、推推错对的，才会讲出来。青天大人，说问谢女士的奸夫，可非把奴家三妹对待大人？你大人一问必知详实。来，这个必是撩过一旁，大差你都是要把钱偷到边浪。哎，啊，带个三个上堂啊！大人君等个三个上堂，是打个三个，这三个耍年，这三头妹子。小白菜的姑娘，戆头戆的，难看面孔，搿张面孔和小白菜不能比了，天差地别。咁那是想嘛你，这细细短头发，圆圆白眼睛，不头像鱼红，就干腔之人，遮风挡雨都龌龊满怀人，天生冲压骨，不计两三寸，一些踏出一些，说真实干种角色，但是人啊，但蛮好的。你开出口来呢？男不像男，女不像女，搿么哪会得这样？小孩里出沙子，哇哇哇哭，唔拨人白，哭哇的。现在苍蝇都该打，哐哐手指头，门嘎嘎嘎一开没得里向。搿三个啊，啥你叫搿三个啊？哎呦，我这个三个我做啥了？上当。啥地方去？堂面上去。吃堂了大衣裳去啊！快啥个名字吃堂大衣裳去？对！啊！通到堂面浪向，搿三个当红。哎呀，还不晓得了，你到得来红姐了呢？快当你中上个来红姐，堂面浪向个虎尾上去听大人。大人啊！哎，搿个角色也不大了。你是把搿个角色了啥地？你当着史金刚这样都会得人了，不要多说三话上去啊！旁边个差人皮皮痒痒，搿是一个啊，这个多说三话，吃啥物事？听见吃啥我都地铺，我的道具在地上，那是里向包菩萨这个包子两包。下跪，搿三公夫不像，下跪，搿三公夫。真就不像，旁边个苍蝇追过来，啪啪的一记个，喂，搿三个开口呀！你的嘚啵呢？把人家大小姐搞死了。你要死快了点，是你的大小姐搞死，来开口呀，等你那门内玩。咦，刚才你自个关在我不许讲讲的呀？哎呀，大人出门，来点想，大人门内你要想个。哎。大人那门内还是叫搿三个屋。晓得我这个三个门啊多过。咦，啥哩？外边东呀，历史叫搿三个。宋李昌，你了解他？搿三个哪里人士？嘿嘿，我们关得人哇？关得啥地方呢？搿搭过去的没关得。也是块地方弄不清爽了，关得了，关得了。搿三个带头。不高兴。啥个不高兴？你叫你带头。别带头的。哎。我来啥？拿着头晃一台。哦哟，那个奶奶被叔叔上得了，还不晓得啦？哎，死快这个头，奶奶对了，哎，我等上三，我吃啥不着？搿三个今年几岁了？哎呀，难为人的了。搿啥难为人家？问你几岁？还是要等我做媒人了。上年头来做媒人了，为看这个好，做媒人。问你几岁？还是想啊？搿么你多猜猜看。
看。再猜猜看，几岁？不肯猜嘛，我讲拨你多听。今年嘛，2个30岁。到你听，2个30岁几岁讲？一个30岁嘛孙岁，2个30岁嘛30岁。搿大人对你看看，不30岁关，到底几岁？哦哟，笨得嘞，30岁也猜不出个呐。30岁嘛，看么子个3，一个30岁嘛3，2个30岁嘛2个10。也是夸赞，还有3不准哇！一个是推么子个10，一个是生么是10，听听差不多，意思大两样了海。实地讲个，搿3个，搿小他是二红人。我来问呢，搿3头等你啥个称呼？啥个称头？这个称头，称呼就是难讲，你啥你讲难啥。哦哟，现在来这不接应噻。是他怎么是不接应这个？我辣海辰光呢？我辣海辰光不看见嘛，大家不接应了。搿么看见辰光呢？看见辰光你不想嘛，我也不想。搿么想辰光呢？想起来你叫我妹子啊妹子，我叫你阿哥啊阿哥。哎呀，是夸这对这个大秋子，外边路人啊，是兄妹，隔壁是二红人。咦，阿哥高做3分懂的那一门的。嘿嘿，你聪明啥子？把人家侪不懂，难懂。搿3个二哥哥怎样生法？哎哟，搿3个听见问搿个一声再怕，谁也不在规则里。我不得律师下去呢不能讲，随便啥人问呢，侪回头不晓得5不是几，不晓得。二家嫂嫂举风是谁？不晓得。二家公公死的是行烟如何？不晓得。你可在旁边？不晓得。那死人啊，阿拉旁边不辣旁边也不晓得，当真不知。想我才晓得，讲起来专门讲不晓得。那是俺种人，晓得晓得，刚刚不晓得，因何要是不知？不能讲出来，讲子出来也杀对的呀，对还杀脱个，对杀脱不知不，再吃饭要熬杀脱个。要是夸真不知对外吃饭啦，灵不清个，晓得了。基本思想就在那里头规定，搿张纸呢，不是小白菜封不辣海，那么呢，我叫小白菜关着你讲，啥？对，隔壁是侬小白菜吐到脑皮浪向，隔壁是你叫他讲。是，三妹啊，三妹，三，你都别来个子别我讲出来，难弄死你。三妹，死的事情你不用害怕，把女生的事情在大声当上拦着讲了吧，是了吧？比命大声吧，还是喊我该说把叔叔来了，你不能不当帮我上杀脱队，我要寻着那个杀脱队，我要寻着我，真枪不放。哎，那么你快让我讲讲，本来心里我很杀了，今朝不马上，统统在也讲出来。哎，你旁边个律师都要紧张的啦，你们讲拍出来哇！所以2只眼睛盯着你让带有不许乱讲啊！三，不能讲过，你都摇了了，那还讲这是把谁讲出来哇？这律师都是气哦，一家人家为了个讲判手里。徐大人做主心将不放。哎，是哪个官？你真对我进来破啊！这3个快讲！你猜混他怪。那么呐，本来讲也不讲不难听了，人家三规则我，就讲不难听呐。大人气个当赢不住人，不见一颗小白菜倒是。快讲！那么都大家听下子啊。家人不正常，搿日子大，马虎地吧，快讲。古山上山，在里向
手，听见门啊是么叮叮叮，开门请一个黑先生。哦，叮叮叮，你泄露，请个说明先生后来怎样？说明话，说一说，自家么正在人，自家把夫运，你是我63年干大夫运，干一个身须么大将军。啊，别个小事，啥个顺序大将？说明先生讲了呀。偏那个内容非常讲得个。后门啊有声音，谁来给个辰光？后门啊是有人把门。是谁呀？哎，那个来的得心急了嘿！我门啊分析开门，哪晓得啥人呢？这个太几个门啊分开了，不晓得啥人。讲下去。听见把门声音，我去开，等到门手去，他开门门一看，刚中口先生。不多人开门，打进来么三个人，说是我来人开心。哪三个人？一个是年纪轻轻的小伙子，一张那苦面孔像我神经，还有一个是小佣人，一个嘛红不得前半身，还有一个嘛仙女啊，再有嘛317的，再搞对到里向来饭得来，一说个名，3吃口3把菜嘛，不吃吃得着了，吃不着。那么说明先生晓得里多哈菜，不是真说明的。他三等我手哈子脑子动力追着，你到什么孩子不追呀？后来怎样？三关在我锅里都出去，我说你都追不出去，我海鲜领着，那么没办法才追我。灵隐之子为头开，317的追2步路对不出来，对你看看，爬2步路对不出来，对我妈妈，对看看，对我妈妈，小鸡对我妈妈们，为此我看人欢喜了。你啥啥吧？这地我不留心，一个跟斗不能等。旁边起了个古语口子，啥个嘚是啥个名堂的？马马虎虎，应动是不动，讲下去。谁的么说不混，哇啦哇啦喊救命，说的已经的都是个突然跟。仙女啊，只觉得子，谁把身吃亲之身，虽然一个飞眼面孔分动身，细如冰老头精。山东话难听，俺公公在用的33周年，几里破不过是海香林。后来怎样？33代说了你屋里向一个大外头，阿公晓得怎么做来做改分做来的，但是阿公一去一场毛病，先叫死他，后来么那样内部个人说对哈。想到个毛病是内无可，老钟先生是养猪人。第一次来看毛病嘛，差不多一张房子2天呀。俺内部说的有道理过，一吃下去嘛，阿公毛病就是搬出来。你再站上起来，身体还在，出去剃个头，下半日闻到里去喝个药，夜里会到市场里去听书的嘞。第二次初步还是一张房子2天呀。谁不上班的呀？回到屋里向一吃么，从军压力来吃呀。阿公心急如动身啊！等你听得忙起子，哪里去了？那啥个么动身也不动了啦。死他娘些的死他！对个。七空楼绝名归。披上，只有儿子真凶手，凶手就是这过个儿子。317的没得蓝色的，面孔一是一特色，不过蓝色的有少少，317的
法的。这女子到三呀，读生日啥啥不该。你啥啥冤枉？眼里不是冤枉，我等你个余杭喜是大人为红花要讲，是大人饶命，人民那是不脸色，真相大白，在二大直接说。